说到的佢好事的苏管高中，一路唔管卢卡人的反对，坚持爱自家来做。经过8年人嘅试验，罗万珍成功嘅做出以性感度最理想嘅苏管高中，更加提名入行还卖也最好。记者罗粉生冯阳山带我哋继续来看罗万珍圆梦嘅故事。来到新竹市呢个人家，睇得到一千一千嘅高志向，原来系5周年罗万珍当初做过奖。啲課都唔地開到強態，個建築啊建起統計，冇下尾我出貨啦。幾平大嘅空間係羅萬珍嘅手工果醬工廠，近比見當初處理葡萄。當到肉嘅果醬，啊皮剝脫嚟翻，然後哋煮嘅時候，那我煮做啲老嘅色煮出來。羅萬珍對自家嘅產品要求當然嚴格，像葡萄就添出兒童紙頭皮，過來係白皮。煮嘅時也係強款，先煮肉，將個豬皮，切梅留出葡萄皮，同之前煮好嘅肉淋向下。頭擺有一擺有食到嘅法國嘅手工果醬啊。一般拢不食到嘅果醬，到台灣食到嘅果醬，拢係當到化學嘅物件，都化學嘅東西都啲半，然後當健康。我嘅男朋友佢即間咩當上我創業安樣，因為當健康嘅東西，就安樣做落去，咩冇相當多。雖然講冇相當多，不過真見愛顧到康健，托食材就當重要。所以2年前，羅萬珍就到台灣各地嘅果子園慢慢行透透。我哋嘅水果就係大部分攏喺台灣嘅，啊就係有機嘅，冇係有嘅，因為有嘅水果冇有機嘅，就台灣冇有機嘅好程度，就用無農藥嘅。一開始去種，你唔知哪有一條水果，就先去上網去種，啊種到要去擺放，人家要當養嘅條，唔分養嘅條啦，就下擺去家就冇馬上產那樣，然後有嘅去到嘅要講，其實唔係有機嘅那樣，有啲就當麻煩，就去當到地方。果子嘅來源係解決咧，不過完全做好新鮮條度理想嘅果醬，又係一個難題。嗰時候台灣就冇乜人做手工嘅果醬，然後就因為食到法國嘅，就去買嘅法國嘅書來看。啊，台灣又尋唔到嘅書，就去網絡上撈法國嘅片買進來。可能就去嘅市場就買水果，可能有買水果就買當到進來，個煮嘅又落體，然後就大概當年就去買，當年煮嘅就落體咁樣。特別一到天時嘅時候就太飽細飽，嘅垃圾茶就唔想要數啊，就會垃圾，因為然後當年去垃圾就慢咧。經過8年經濟試驗，羅萬珍總算成功掌握果醬嘅做法。不過嗰段時間，有客人仲喺度建議講選項，弄見反對。剛開始做嘅時候，我媽媽一開始唔知，因為我本來做會計，我媽媽就當反對嘅，因為佢想我去延期係做得有較多嘅薪水啊，因為做會計，我佢好不容易答應，就是係我做嘅，講我要突然去做果醬，佢就當見，啊，當年就打電話嚟佢問我，你還沒錢投入，當年在做果醬做乜計喏？你也算唔得怪羅媽媽。因為27歲嘅羅萬珍要國立大學填其碩士嘅學歷，天下父母心，當然係希望生人是得有較好嘅條路。所以當時嘅羅萬珍只是在尋理由，想來伴烏卡人行。就係老佢講唔愛當橋嘅，佢做唔得本佢哋當橋，冇佢做當小。佢係講啊，唔愛橋，佢就唔愛小。佢咩一天我愛傳動到錢，就係冇愛當橋，就係。剛開始，除了面對烏卡人嘅無諒解，羅萬珍甚至建立朋友嘅關心。唔敢老家的聯絡，因為想談到家的當到薪水當講，我有就是一開始冇乜嘅生意啊，我第一迄專業一天我當到薪水啊，但是我有一個夢想，就當上來也做起來啊。後邊我想講，建造也唔啲創模啊，唔過想啊，反正。
遇到某个问题就紧去解决去，停，做人想讲下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想到创业嘅艰苦，罗万金一下实在小小嘅面对。因为2年半来，佢嘅手工工匠同苗路行越来越好卖，又因为系纯手工做嘅，产量有限，直到订单抢菜要等几个月，将是嘅同产品送到人家嘅手行。不过生意好也必须面临代价。罗万金认真想下啊，佢一向当求唔是好好，小于高木。大概当到水果来啊，做加做起来，无那水果无新鲜，做起就较唔好安样。啊，做好要包装啊、消毒啊，嗰啲，其实当繁琐的事情，个天发来做跟加当到天发订单安样，个还要去跟客户联系，啊，一条事情做起来，按不条按条。就是太加这位，然后就这个又还要上公司的事情啊。其实大概做到东安这样衰毛，都拢大概做无嘛衰爆那种。长期无衰爆，罗万金嘅皮肤已经无头白按拍相按浆咧，你哋要见拢愿意面对，因为在梦想实现，其他嘅无乜嘅要紧。日摆土关外同高长甜咩嘅上渡头，本罗万金放弃高学历嘅讲法，还有个性嘅条路，同男朋友土木卡向下创业。细细嘅工厂地板，充满着一千嘅高志向，也有一对情人圆梦嘅故事。